讲到这阵啊，最近是安栋栋3月12就立委召开记者会，讲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来检讨水钱合理性。毛今民间团体认为讲，台湾的水钱伤过俗啊，建议会当参考电钱这款跳减的费用计算方式，用愈侪钱也就爱收愈侪。 最近，紧张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减压甲减量供水。但民众党的立院党团3月12开记者会，讲应该趁这个机会重新审视水资源分配甲水费的关系。但民众党团指出，每个月用水量超过50度的户数，敢若占总体用水户数的5%，但是用水量却占整体41%。台湾的水价平均起来大概是11块。 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用大概20度以内啊，1度大概是7块多到这个9块多。那工业大户一个月用4万度以上的多少钱？才12块，来回相差3块钱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环保团体嘛表示，2016年政府捌提出的耗水费，应该爱来实施伫用水量较悬的用水户。一般用量的民生用水嘛，就依照用水量来调整水价。 上无水价就要反映水的开发成本才会使。这个水价起码要反映我们现在原水的开发成本。我们现在1度的水费大概只有10块钱左右，可是我们的就是原水的开发成本都要20-30块钱。它其实水价应该要模仿我们的电价。 就是根据它不同的用量，合理的用量，然后定不同的这个水费。针对耗水费的部分，水利署表示，目前又搁在了解收耗水费对产业省水的效果，已经有甲产业界沟通收集资料，推出的时间也未决定。那目前各项的诉求我们都已经分析了，那也大致上进行了分析及方案调整。那我们会在跟各界做最好的沟通以后，那再来提出。水价汇率就要台湾自来水公司提出计划，送到经济部的水价审议委员会审议了后，才会调整。台湾自来水公司讲，最近拢咧无用调水，目前也无调整水价的计划。记者郭碧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